我哋係有一個好特殊嘅地位，就係可以係同國際好多嘢接軌。因為其實喺一國兩制嘅優勢之下咧，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香港國際一國兩制呢個真係一個好獨特、全球獨特嘅一個優勢嚟嘅。因為我哋雖然係有國家嘅大市場，但係我哋自己嘅法制以至成個制度咧，其實係相當之獨立，同埋其實係同國際係好容易可以有個接軌喺度。咁所以其實香港咧可以話係擔當住一個角色咧，真係擔當住一個我哋好多可能係國家或者係呢啲創科嘅可能係走出嚟嘅一個好好嘅橋頭。咁民建聯話民意如流水，特首民意如流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民意只能夠作為參考評審依據，唔可以作為依歸，更加唔可以係浮法。鄧小平唔係啊，因為佢深信香港人我可以自己翻去香港。呢啲相對簡單，就係點樣安內攘外兩個結構咁樣。我哋同國家一齊攜手前行，一定可以同國家嘅發展一齊共悅未來嘅。咁相信大家坐喺度嘅都係一個學生領袖啦，咁大家都會係未來社會嘅動力。平台正正係一個每一次重新出發嘅機會，每一日我哋都可以重新出發，每一個禮拜我哋都可以重新出發，每一個當下我哋都可以重新出發。重新出發，除咗係講緊我哋之間嘅理念之外，更加係講緊我哋嘅行動。但其實做張同城電通方法最多定到5至10年，咁你哋係咪結咗工之後經紀人住5至10年，跟住就搬出呢個項目咧？而家公屋嘅上限時間係6年，但係個性房屋可能住2年至3年就住到，即係組合建屋嘅方法咁啱就係行住咗等公屋嘅過程。打場勝仗唔可以單槍匹馬，喺呢次選舉入邊，我學到咗要互相信任、互相扶持，先可以成就所有。一試能狂變少年，我相信喺呢5個星期入邊嘅點滴，為夢想而努力奮鬥、自然追求，都真正寫下咗我同少年故事。我除咗對香港有更加深入嘅認識之外，更加俾佢哋對香港嘅熱誠所感染。我都希望可以為香港社會出一分力。我希望大家仍然唔會忘記我哋喺卓越呢一個活動入邊所見所學，發揮我哋嘅獨特嘅活力同埋優勢，踏上更大嘅舞台，為我哋心愛住嘅地方作出自己嘅貢獻，去回饋社會。參與嘅，因為每個機會都係均等嘅，所以咧就係大家要爭取去成長。所以我見到你每一個同學咧都有好多反思，好多成長。有啲咧係學識謙卑。因為以為自己好勁嘅，即係話其實好多人仲勁過我好多嘅，你同我話蘇博士，哇！你哋學即係自己係唔使話嚟，我感覺你有進步啦，你有進步啦。因為呢個世界咧好大，你冇淨係覺得個天就係咁大嘅。當你出個天外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叻過你好多。所以學識謙卑咧，係每一個人你每行一步好重要嘅一個要學。